佮敢若真实的吼？当然是真实的。我讲这是假的。什么？假的？安尼我付5万块，有那是假的哦？对，阿秋霞，你先莫走啦。我已经看出哦，这合约的问题啊，这是假的啦。是安怎是假的？囡仔毋是我的，身份证的号码嘛是乌白编的啦。啊？朱太太，我老实甲你讲啦，你去用骗啦，我就是李金王。安尼甲我签约的人是啥人呢？我要来知，我是直接熟悉的。毋是我吼。迄个人你一定熟悉，你是串通好来甲我骗的，我一定要去告你。哎，你火气无遮大，你要去告吼，只有你吃亏啦。我分析互你听，你共税厝敢有看厝头家所有权证啊？无啊。敢有去对身份证看卖这合约顶面所签的是毋是当事者？嘛无。是安怎不爱去法院公证？伊讲要赶时间坐火车去南部啊。好啊，做你去告啊。你的朱太太嘛是受害者，伊当然应提出告诉啊。这真简单嘛，凭这张合约吼，甲伊签约的这个人已经犯刑法217条伪造文书罪啦。骗人的押金甲税金，这种行为已经造成339条的诈欺罪。也毋过被告是你呢。我就是我，我咧惊啥？伊指认的嘛毋是我，签约的身份证号码哦，嘛毋是我的啦。凡世有真侪人拢叫做李金旺啊，要查互伊豆豆查。善是，你讲的拢无毋对，也毋过伫个遮甲厝税互我迄个人，一定是恁的亲情对无？你看，敢会是阿良？有可能。朱太太，我有一个亲戚，生了无啥悬，乌乌散散，两对目睭骨溜骨溜。对，就是伊。安尼就惨啊！你互人骗啊！知影就好啊，你赶紧去找啦，我嘛替你去斗找啦。伊一直拢踮伫台北，早晚会出面啦。算我衰。秋霞，该你物件放转去啦，咱来看玩玩。好好，我会甲讲，我叫伊来面去哈。老李，来。什么代志啊？我拄则接到电视公司的电话，讲是中班的通告，我当想要去来讲呢。秋霞，无我就来趁钱啦。王太太，我袂记得来讲啦。阿明的表小弟昨晚来看你哦。无唔对，都是伊啦。实在足害，伊有够骗人5、6万块。哎呀，唔免管遐多啦，也是关心你家己弯弯啦。我毋是不爱管你的查某囝，王太太，我嘛有我的生活计划。今日你无来，我嘛会去看你，因为我昨暗时伫要12点才转来。弯弯已经甲我讲啊，讲你昨下晡弯弯放学你就来呀，一直陪弯弯伫要到10点。对着这件代志，我感觉真歹势，嘛真袂得过。也毋过，咱毋免客气，讲来讲去，咱拢是为着弯弯好。对，你敢要相信？我以前过拢毋是正常的生活，为着弯弯，我已经无拍牌、无食薰、无啉酒，甲以前遐毛病拢改掉啊。周小姐，你莫误会，我毋是来责备你。你的生活方式，我无权利干涉。我只是想要甲你研究一下，爱安怎互弯弯的生活过了较实在。王太太，毋是我咧讲大话，因为我伫这个社会上走撞过，我看的比你较多。你一直想着弯弯，你有想着我无？你敢若看着即马，你敢有看着将来？我讲这句话，你莫生气。要弯弯过了实在，嘛爱我过了实在啊！讲较明白好啊！我即马过了提心吊胆。你莫看我结到这个歹头，空的，因为曾静香伊毋是阮翁，
伊只是一个糊头。在这个社会上，咱是两种完全无同款的查某人。恁翁虽然死啊，也毋过至少伊爱过你啊。啊我呢？我真可怜，从来无一个查甫人，伊真正爱过我。我受用完完，完全是想要付出我的全部，希望伊会当叫我一声妈。我会感觉到我是一个查某人，满足我心肝内会用做妈妈迄种地位。这我想会到。我最近是常常将我才转来，因为我要甲我的朋友合作做生意。你唔免烦恼完完，我对伊什么事拢甘。为着完完，我才开始想了较远。万一庄正声伊若无爱治我是要安怎？目前我手头是欠一点仔钱，也毋过阮陪要食毋讨趁啊。卡算若干来我一个人，阁无要紧。也毋过为着完完，伊要读中学。伊要读大学，迄是我的责任。听你安尼讲，我就感动的，唔知影要安怎甲你说多谢。你了解就好啊。我最近全力在讲生理的代志，等生理若讲成啊，一切拢正常啊，我袂放任完完的。你转去问你先生啊，我伫大箍阿姊头前骂完完、管完完，一点仔都袂凊彩。周小姐，你安尼讲。我就放心啊。田东东，有，你过来。田东东同学，伊是对台北转学过来，伊写一篇作文，会当讲是全班、全校、全美拢。甚至是全县5年仔的小朋友内底写了上好的。即马，我互平东东同学，甲伊写的这篇我的厝的作文，读互大家听一下。我的厝是伫个偏僻的美浓小镇，开一间制作油纸雨伞的工厂。阮制作的雨伞，继承着中华文化的特色，行销世界各地。阮毋捌计较会当趁偌济钱，也毋过，阮以有这间工厂为荣。爸爸60岁啊，犹原真认真伫咧领导因做事，伊是阮负责敬业的好示范。妈妈非常自强，是爸爸一生中难得的好帮手。工厂内的一切，伊拢照顾，包括工人在内。伊毋但是我甲阿姊的妈妈，嘛是规间工厂的妈妈。阿姊伫咧台北读大学，我伫美浓国小读5年的。一家四口伫咧相互鼓励、敬爱中，共享天伦之乐。爸爸时常讲，伞的骨架是真侪人力结合起来的，所以人甲人只要手连手、心连心，就参像线骨同款合作伙，就一定会当避风雨，毋惊侵蚀。这句话应该是阮厝内温暖的泉源，是阮的治家格言。平东东，好，你等一下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
妈，乖，下课啊。东东啊，过来过来。听讲你今仔日足请赢的哦，作文上介好，还还佫上台念无同学听，敢有这代志啊？爸爸要甲你奖励啦。咱这个囝吼真厉害呢，佫会晓算相接棍，佫会晓写文章，这叫文武双全呐！这若是咧古早吼，大汉哦一定会考中2个状元，一个是文状元，一个是武状元。好好啊，读书，以后就唔好遮个啦，哈！恁爸爸哦嘛读过古册，连一张批哦都写袂好，你哦就甲素清共款有天分，作文写了好。恁阿姊哦，每届摕作文簿啊，转来互恁爸爸看，哼，拢是假象哦。你看，假象呢？一定爱加上啊！你看啊，皮皮的字啊，一笔一画规规矩矩啊，注音哦，佮写甲清清楚楚咧，无一个错字呢。伊啊会提醒我关家事咯，买菜也佫有替我记账，我就知影皮皮真小心哦。修好啊！伊吼无爱互咱看啦，咱千万哦唔通互伊知影讲咱捌偷看过啊。爸爸妈妈看囡仔的功课，是安怎样偷偷捏捏吧？哎呦，即摆囡仔吼有够巧的啦，管教吼嘛是爱用方法啊。你想讲你是妈妈真大哦，伊比你搁较大哦。我就唔相信啦！我细汉的时阵，互我妈妈讲到限严哦，囡仔吼爱妈妈来管才会用的。哎呦，你若是管伤过头哦，你就是自找麻烦啦。我就唔相信，皮皮啊，你的功课写了真好哦，拢是假象哦。妈妈要互你奖品。皮皮啊，皮皮！爸爸，上乱变我物件。阿妹啦，无阿妈第一声妈妈，无阿妈妈妈，妈妈。嘿，好好，推行国语音通。爸爸，你拄则讲啥物？国语音通。歌舞王国、二三国、国语运动，毋是国语运通。国语运动。哎哟，这几工吼学国语啊，我的喙齿哦要夹破啦。皮皮啊，我稳形目镜吼会真水哦。其实我无主张囡仔挂稳形目镜，因为即摆吼当咧发育，而且读册学生吼目睭用了较济啦。规工挂稳形目镜，伫目睭内底吼摸来摸去，对目睭的本身容易造成伤害。我会当甲配一副稳形目镜，
也毋过吼，毋通逐工挂啦。亲像去郊游，食喜酒、翕相，拢会当挂。啊，读册时阵吼，上好是挂原来即副目镜啦。哦，好，教我配一副上好诶。陪陪伫咧房间，一点仔声音拢无。你去看卖，是毋是伫咧房间写功课？阿爸、阿妹，我无挂目镜，有好看无？哎呦，很强哦！妈妈爱讲国语，哦，真水哦！爸爸挂有迄目镜足艰苦啊！哦，嘿，慢慢啊就会惯势啊啦。我无爱挂。做嘛嘅喏？爸的3000人用买的呢？开3000外块买的呢？唔挂哦，真可惜哦。啊，毋过以后我无挂目镜，哥哥姐姐拢袂认得我。刷刷去啦！伊欢喜挂伊家己的目镜，你就互伊挂啦。歪歪，紧去啊！阿妹维护好车哦。啊！你搁咧创啥？搁唔行？哈，我睡去。锁匙有查无？哦。阿姨，你要出去哦？是毋是今晚才会转来？无一定啦。哦对啦，我袂记甲你讲，你收养的手续已经办好啊。婉婉，对今日开始，你才真正是我的查某囝。真是的啊！我真欢喜耶！干那欢喜是袂用的哦，爱安怎表示欢喜咧？
妈，乖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小敏啊，你要去倒？上课啊，你昨早起毋是讲今仔日无课？听别人的课袂用去咯。这什么时代啊？第一间内根本就无我这个妈妈。去破病哦，爱开钱看医生，算袂好啦。我身体足好诶，才不会破病咧。对啦，会当食就食，会当啉就啉。有年岁啊吼，无几工头我活啦。你伫黑白讲啥？我讲的拢是真的啊。我妈妈常常考跟阮阿嬷哦，拢是安尼讲的啊。你阿嬷偌济岁啊？吼，90几岁啊啦。哎呦，90外岁甲我比，我搁少年呢。少年就爱想开啊，爱活落去啊，对不对啊？当然咯。嘿，那安尼吼，就莫插阮少爷啦。伊若无有效哦，一定会得到报应，一定会死甲真歹看啦。呸！你小做要甲伊纠缠啊？嘿，伊惊你受气啊。要不讲伊是阮囝呢，我愿意受伊的气。甲你有啥物关系？去洗车啦！哼，这是什么心理？想拢无。你甲周安娜讲了安怎？伊有伊的理由，我嘛赞成伊的做法。为着婉婉，伊惊将来无钱通用，当准备甲朋友斗阵做生意。做生意，伊会晓。因翁都是生意人，但如果唔捌，是要安怎问呢？婉婉的代志都安尼决定哦。你也是希望婉婉转来第二心。希望是要创啥？我无这个命啦。你今仔日敢有闲？陪我去看秀秀。我无困好，无想要去啦。你若是我请你陪我去看婉婉呢？我嘛不爱去。我想要踮厝内哦，先补一下面，顺便哦，等一下你的表小弟阿良，伊已经甲我的厝哦说服人啊。我若是搁走出去外口吼，凡事啊，甲我厝哦，规个拢买去啊。阿明若是无死，就袂发生这种代志啊。唉，你嘛莫想伤多啦，伊还是去看一下秀秀啊。哦，是你哦，赵敏。哎，小等，手下，赵敏来看你啊。哦，妈妈。啊。你好，婉婉打电话我，讲你来台北。婉婉足到位。哎呀，是伊较巧啦。婉婉哦，足我做关系，去阮兜几落摆，阮妈妈足介意的，阮车行的倒嘛足介意的哦。搁带伊出去佚佗，去食牛肉面，熟识足侪朋友的。查某囡仔安尼唔好。喂，这有啥物唔好啊？即马有足侪女议员啊，比查甫搁较牛。婉婉将来哦，一定足牛的。喂，赵敏啊，你敢有开车来？开来啊！喂，无你送我妈妈吼去看一下秀秀啦。秀秀，妈，我是对着你的话情离开你的。我心肝内永远袂放袂记我的妈妈。妈，你当时来？来几下工啊？拍什么大几工？我袂转去报地啊。安尼好啊。哎，毋过阿公呢？我准备甲阿公嘛接来台北。安尼就好诶。秀秀，
你回去甲阿公阿嬷讲，明仔载礼拜六下晡，我去恁兜看卖一下。好啊。赵敏，迄毋是恁妈？对呢。妈，妈，你要去倒位？会钱拄收了，要转去啦。上车啦，我送你转去。妈，伊就是王太太。有一摆，伊甲咱睡车，倒位无来，我临时出车吼，载伊去南部。迄届吼，我记了上清楚。小敏遮尔大汉，从来无伫咧外口过暝，伊2天无转来哦，害我心肝头皮扑彩哦。我嘛替伊吼2天2暝无好食无好困哦。是嘞，迄届是我毋好，就麻烦赵敏。你迄几个囡仔吼，拢来阮兜过啦，就是咱2个人无见过面。是啊，上拄好的是阮囝东东，就是想互平素请因兜。所以赵斌对我迄几个囡仔，拢足有感情的。哇，听讲恁翁发生车祸过身啊哦。赵斌伊无甲我讲，因爸爸是做啥的。王太太啊，哎呀，咱查某人上不幸的代志吼，互我拄着啊。讲到因爸爸吼，我就足气，我得当伊死去啊。赵先生还搁伫哩哦，对，伊交查某走啊啦。那安尼哈，啥物叫互鬼爬去？因爸爸就是互鬼爬去啦。知影伫咧倒位无？我知啦。也毋过吼，我从来无对小敏讲过。我认为有这种翁婿，不如死好啊。来，对，这就是婉婉的妈妈啦。好，我叫倒的啦。你好，你好，听讲婉婉常常麻烦你。无啦，婉婉真古水呢，足奇怪，像婉婉这样古水的囡仔，是安那要送互别人啊？我身体无好，因爸爸又搁互火车弄死。火车弄死哦！哦，这种代志哦，阮头家娘上清楚啊，伊定定咧处理啊。黑白乱讲，若是我定定处理，咱的车行毋是早就关门啊？歹势哦，我阁讲唔对啊。王太太，我早就想要知影恁翁是啥弄死的，要毋过你拢唔讲，像恁兜即马变做安尼，遮带一个，遐带一个，拢是迄个人造成的啊。人拢死啊，搁追究啥呢？我是感觉吼，拄着恁这种人哦，伤好讲话啊啦。你唔知影，咱车若是弄着人哦，莫讲是甲人弄死啦，就是弄一个轻伤吼，迄就不得了啊啦！逐工吵啊闹啊，医药费啦、精神赔偿啦，唔知影爱开偌济钱才会当解决哦。我心内已经足艰苦啊，哪有精神搁去吵吵闹闹？我就拜托阮先生一个朋友去处理，有赔淡薄仔钱，开车迄个老妈嘛去互关起来。老妈，对啊，恁师傅敢毋是有人叫老妈？咁你是咧讲啥？阮师傅唔捌弄死人啦，阮师傅赛车的技术哦是一流的啦。要毋过伊嘛叫老妈啊？老妈叫老妈的人足济啦，要若无你去车头叫老妈，至少有20人会回头啦。哎呀，你去问看卖的嘛。我不爱问啦。另工我来问伊，假使若是恁师傅吼，我一定要甲整。安怎？你敢甲我整啊？无人是我唔敢整的。哼，要到咧孝顺地瓜棍，你甲天公伯照打。臭小囝，我甲你讲，交我妈会遮食面吼，无纳钱的只有2个人，一个是阮老爸，阮老爸已经娶起来，一个是阮后生，阮后生也不出事。你哦，你搁吵咧你？哦，安尼讲起来，我就爱用软的是无？互我一个民主签效，敢会用的？袂用的。嘿，好，果然是一条好汉。老妈，你这个朋友，我小妈一定要交啦。莫来这套，这句话我听介多啊。交我这个朋友是要创啥？不但无好处嘛无路用。你，老妈，你真唔知好歹哦！
臭小囝，一罐米露40块，一碗猪脚面45块，3块豆干10块，一盘海龟子15块，一盘海带15块，总共是125块。上来200块，其他小费啦。阿金，10位75。哦，免走啊！当然。你头拄冰刀摔歹物件，都爱你赔。啊？先摕500块来做押金，加摕酒保。好，今仔日哦，算我小卖衰啦。走。哎，75块找你啦！哼！阿金，哈，涂骹扫扫的。哦。头家，你看这是啥物物件？敢若是拄则迄个人落落来的。帮屋的所有权证，李金梦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入来啦，门无锁。你真久无看呀？你出国啊？早都已经出国啊？我咧开会车哟，该到啊啦。无怪比2年前伫个法庭拍官司加足斯文的。你是替王明的太太高秋霞出庭的，对无？安怎？出国了想要报仇哦？你是想去倒位啦？我对头到尾拢无推卸过责任嘛。哦，啊你今仔来有啥物代志？这是你的房客，你对倒位摕来啊？有一个叫做阿良的，人拢叫伊小马，伊若伫我面店，敢有法度搁找到伊啊？运气若好，可能会拄着啦。若是搁拄着哦，千万唔通放伊走，我一定要找伊啦。是安怎？这厝是我的呢，伊用我的名吼，偷偷说服人啦，共骗5万8啊！真正有这个代志，啊无我找伊要创啥？一句话，后座若搁我拄着，我一定爱连来接见你。多谢。你，王太太因最近的生活好无？哎呀，王家互你害惨啊！我的囡仔拢送互人啊！王太太，你的米啦，10块。多谢。哎，头家啊，我一包东西。好，好好好。秋霞，你真是哪？有看到秀秀无？看到啊，伊伫咧上课，明仔载我要去因兜。
头拄仔有来一个人，搁咧问你啦，啥？拢是阿明的马步枪。啊？秋霞，我是安尼想啦，伊嘛无咧介好过。恁两个人就算见面吼，是要讲啥的呢？除了甲你亏声失礼，你吼是会搁较挽回伊啦，搁较想阿明，嘛搁较增加你的痛苦。伊来创啥？真拄啊好啊！阿良共骗吼所签的迄个处契约吼，互伊扣着啦，老妈特别送来互我。伊熟悉老妈？可能啦。奇怪，阿良顶届来，是安怎向我探听老妈？可能阿良唔知影讲吼，阿明是叫老妈弄死的，因为迄个时阵吼，阿良当了关啊。你无甲阿良是阿明表小弟的代志，甲伊讲是？无啦，老妈还阁答应讲吼，后摆若是拄着阿良，一定会甲你来见我。不管安怎讲吼，若是找无阿良，这间厝哦，共款是有纠纷啦。你有机会看到老妈，叫伊较细腻的。安怎？你惊小马找老妈麻烦哦？也讲赵美嘛打抱不平，四界咧找伊。哎呀，少年人我都火气较大啦，这无伊的代志啦。代志都已经过去啊，我是烦恼，万一搁再引起其他纠纷，老妈会感觉我是伫咧保护。对啦，人间我搁甲赵敏讲一下，已经过去啊，都准加水无痕啊。我遮本来就有旧伤，一个无注意又去磕着啦。遮较学好。阿公，这几工你着莫搁去拍球啊。无爱拍，无爱拍。哎呀，我讲袂用拍球，你不爱听；秀秀讲袂用拍球，你就不爱拍哦。哎呦，伊咧甲我输效啊！我伺候你一世人啊，你嘛唔听我的啊！哎呀，你看，你是咧甲囡仔食啥物错啦？啊，秀秀啊，你去做功课，我来煮饭。阿嬷，饭已经在煮啊，牛妈妈已经在炖啊。青菜我已经洗好切好啊，食饭的时阵你只要炒菜就好啊。你看秀秀，我尔欠卡，讲起迄个阿琴哦，我就生气啦。一个月搁会甲我摕8000呢。阿公，今日阮妈来好好看我呢。啊，你妈妈来啊？哪会无来厝的哈？阮妈讲明仔载是拜六，伊下晡会来。好，妈咪啊，明仔载停止一切的活动，咱两个专心哦，等伊妈妈来啊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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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。幼玲，彬彬咧甲你叫。彬彬精神啊，你歹去甲看者。我问你，假使讲阮爸爸妈妈抱一个囡仔转来，交互你饲，你是照顾迄个囡仔，还是照顾我？幼玲，是嘞，无的确，我会互你寂寞一世人。换完。好佳哉，爸爸妈妈甲彬彬抱转来，凡说伊会当陪你，解除一寡寂寞甲空虚。彬彬虽然毋是咱亲生的，有一个总比无较好。加油，加油啊！紧嘞，紧嘞，6点啊，紧嘞，紧嘞。幼玲，你若是嫁我，会真忝哦。所以我只好带你培养运动的兴趣啊。阮爸爸少年的时阵哦，上爱运动啊。将来哦，咱若是有囡仔，我一定带伊来运动。我赞成。焕华，你介意是查甫还是查某？我介意查甫的。我介意查某囡仔。安尼要安怎？来，咱来走一轮，小输一个。你若赢，就生查某的；你若输，就生查甫的。我哪有可能会走赢你？你明明想要生后生。迄无一定哦。你若是甲我生2个后生，再搁找我比赛，我就会挑工输你。
然后，佮叫我甲你生一个查某囝，对无？嗯。无啊，我不爱甲你比赛，就代表我以后拢不爱生。冰冰，有好啉无？好啉。乖，啉了乖乖去困，好无？好。我实在是唔相信，冰冰这么大声喊妈妈，有人会听无？无得通因困去啊！哼，宦官才袂这么早困的。哎呀，豆豆来，你莫上去管宦官啦，伊也毋是一个插头啦。参就这么古锥囡仔，我相信有一天宦官一定会介意伊的啦。阿妈，啉完啊？哦，乖。冰冰啊，啊啉完那要安怎啊？爱去困。对，冰冰足乖吼。三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下个宝，投进妈妈的怀抱，欺负下不了。刘玲，你明仔载把这本书摕给爸爸，你甲讲，我看5遍啊。我决定要去斗街卡，我要做一个战意不悔的人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阿公，你明仔载是毋是要去台北？哎，是啊。带我去好无？哎，先去问恁妈妈，看伊敢要答应。你带我去台北，我去找阿公嘛。毋是我无要带你去，是恁妈妈袂互你去啦。我唔管，你明仔载走的时阵，我就对你去。哎，你敢？你去创啥？台北真好耍哦。台北好耍，谁陪你去耍啊？阿公，哎，遐无人会陪你耍啦。你是有听到无？我去找阿公哦。哼，恁阿哥伊会介意你？伊家己有5个囡仔，拢送互别人啊！你掠走你水面，伊会照顾你哦。搁啰嗦啊，我甲你拍死！阿公，你好好甲伊讲就好啊嘛。要讲啥？有啥物好讲的？来兴，你白读做晓哈？哼！阿英啊，我明仔载就要走啊。去啊，去甲你迄个宝贝查某囝享福啦！厝内你都要加照顾一下。哼，厝内底本来就是我咧照顾的，你除了会去摒扫外口，搁会当做啥？厝内底有你这个老太爷，甲无你这个老太爷，无啥无共款啊！哎，讲安尼也对啦。你这个物件当时买哈，是毋是恁后生顶到位搁我早转来啊？这是手下的，伊要走的时交代我早去。哼，谁咧稀罕？哼！
无遗憾，先来要问啊。秋霞，你毋是要看秀秀？我随便来。世上只有妈妈好。唉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，走进妈妈的怀抱。幸福享不了。没有妈妈最苦恼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，离开妈妈的怀抱，幸福哪里找？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不知道，要是他知。阿公，啊？阿嬷，我想要去门口口等我妈，好不？好啊，好啊，紧去，紧去啊！不用的，我该修修又好啊。秋霞，你也唔紧去。我要去，我一定要去。我若无去，我的家一世人都看无着秀秀我。我要去，秀秀，你一定要等我。好你，创啥？你敢毋是无钱？你无钱才会去偷摕人的物件，拢是我唔好。恁人的坐工，拢是我害的。寂寞的晚上，海风作伴，心飘向远方，一人的模样，想飞到他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洞的月亮。黎明的笛声响，划破这寂静的晚上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